各位朋友你好，今日又同大家傾下偈嘅時間啦。咁最近有朋友就問咧，你哋保險工作裏邊咧成日都有好多攞獎啊、得獎嘅獎項或者係典禮，咁究竟呢啲嘅內容係點㗎？又或者係咪好難先至攞得嘅呢？同埋攞獎對於我哋保險呢個工作又有咩意義呢？咁今日就同大家傾下偈，分享下呢個內容啦。喺香港咧，保險嘅業務好多時都係靠銷售人員去推動，所以保險公司會制定唔同嘅銷售目標，同埋有唔同嘅獎勵，就可以鼓勵業績。咁亦都會有國際級嘅啦、香港級嘅啦、各間公司嘅啦，甚至各個團隊自己唔同嘅獎項嘅。咁獎項係非常之多，有一啲係一年一次，有啲係每個月一次。咁所以咧，喺我哋嘅業界裏邊會有好多唔同嘅頒獎典禮，大家成日都會見到，咦，點解成日會出席一啲頒獎典禮㗎？就係咁嘅原因啦。就以國際級嘅 MDRT 呢個水準為例啊，其實佢百萬圓桌會呢個名咧係響1929年響美國發明出嚟嘅。當時咧真係賣咗100萬保額嘅人士咧就可以參加呢個會，主要嘅目的咧係想互相交流，將銷售同埋保險做得更專業。咁但係過咗咁多年，而家100萬保額咁當然唔係啲咩數啦。但係呢個國際機構咧仍然都推行一個國際性嘅生活指標，喺每個國家都會制定佢哋自己嘅水準嘅，達到 MDRT 嘅要求咧先至可以參加成為會員嘅。而 MDRT 呢個會咧亦都唔止係推廣生意上面嘅業績嘅，佢更加注重係全人嘅理念，咁都好符合我自己嘅諗法。中國方面咧就有 CMF 保險精英圓桌會大獎，香港咧就會有 DSA Distinguished Sales Award 呢一個獎項，咁所以各地都有唔同嘅比賽，咁令到我哋業界每年都有好多爭取唔同獎項嘅機會。至於我服務嘅公司咧，就會有分唔同嘅層級啦、唔同嘅比賽目標啦。只要大家達到公司指定嘅目標咧，無論幾多人都可以過到呢個目標，獲得嗰啲相對嘅獎項。仲會分個人嘅或者係團隊嘅。咁所以呢方面咧，我自己個人又會繼續努力啦。團隊方面幫到團隊成功，咁亦都會代表佢哋攞獎嘅。咁有齊晒呢啲資訊之後，咁公司就會每年計算究竟有幾多同事可以攞獎嘅啦。以琴日我哋出席嘅公司獎項為例，差唔多有成600幾個人次上台攞獎嘅。咁所以在都係鼓勵我哋要做得好啦，要做得專業啦，同埋為客戶嘅服務為大原則。咁喺過程裏邊有同事同你一齊參與，為你上台歡呼拍掌，咁呢啲都係好值得一齊開心共度嘅開心 moment 嚟嘅。咁我自己又點睇呢一方面嘅攞獎呢？咁畢竟自己都做咗咁多年啦，咁每年公司亦都認同我自己嘅做嘢，所以攞獎都係一個好恆常可以有機會達到呢個舞台嘅機會。不過我自己覺得最緊要都係唔好忘記自己嘅初心，就係獎項係需要嘅。不過點解會有呢啲獎項呢？主要都係客戶對你一個肯定。咁我本人對於呢個獎項嘅睇法係點呢？我覺得好少工作咧，好似保險理財工作咁樣，喺一啲辛勞過後係得到一啲肯定同埋嘉許嘅。好多時我哋喺工作裏邊不斷咁辛勞付出，但係做咗啲咩咧，未必會獲得肯定。可能我哋只係覺得自己係一個公司嘅小螺絲。咁所以希望今次同大家分享下，有呢個咁樣嘅舞台俾我哋展現自己嘅實力，獲得公司嘅嘉許係非常之重要嘅。但係千祈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，我哋嘅工作最主要嘅原因都係想希望透過保險理財嘅工具咧，服務到我哋身邊嘅客戶，令到佢哋自己嘅人生或者夢想咧係可以透過保險呢個工具完善咗佢。咁如果我哋好明白呢一方面嘅意義同埋責任咧，咁雖然可能喺好多原因底下未必每年或者攞到啲咩嘅獎，或者係達到某一啲好高嘅業績，但係我諗大家心裏邊都會有個平安，同埋會知道自己嘅付出咧係值得嘅。咁所以呢度都想同大家，甚至係業界嘅朋友打氣。如果你喺過往嘅日子裏邊唔係因為有好高嘅業績攞到獎係唔緊要嘅，你每年都可以為自己、為客戶、為家人繼續努力嘅。所以呢度同大家打下氣。如果我哋今年可以再做好啲，為到更多香港嘅家庭做好理財嘅安排，咁我想呢方面呢係我哋最大嘅得獎同埋禮物咯。咁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見。